你有冇試過當介紹產品嘅時候咧，客人開始眼神飄移啦，好似心不在焉咁。咁呢個時候咧，你可能就會諗，佢係咪已經對產品冇興趣，定其實佢只係猶豫緊？嗱，如果你懂得讀懂呢個動作嘅話咧，你就可以決定應該點樣挽回呢個成交喎。心理學研究發現，當人對一樣嘢有興趣嘅時候，眼神就會保持穩定，甚至會專注咁望住你。但當佢對內容開始失去耐性嘅話，或者內心有猶豫，眼神就會不自覺咁樣漂移，代表咧佢個腦已經進入咗尋找逃生門嘅模式啊！可能咧已經準備揾機會話我再考慮下先啦。但要留意啦，眼神漂移咧就唔一定係壞事，重點係佢飄去邊度。如果佢漂移之後又望翻去個產品度嘅話咧，咁代表佢咧仍然有興趣，內心咧仍然係猶豫緊。如果佢開始望門口啊、手機啊，或者不斷揾藉口望其他地方嘅話咧，咁就代表啦，佢已經可能決定唔買啦，只係未講出口啊。咁啊，當你見到客人眼神飄移，最忌嘅就係繼續長篇大論，因為佢已經唔係100% 專注聽你講解。呢個時候你要即刻用呢個轉移聚焦法。例如啦，我見到你好似有啲嘢考慮緊，係咪有啲地方未完全清楚？又或者我哋試下咁樣諗啊，如果呢個產品可以幫到你解決乜乜嘅問題嘅話，你會點用啊？令客人重新將注意力帶翻去產品嘅價值度，而唔係揾藉口去離開。客人嘅眼神其實已經話咗佢真正嘅諗法。嗱，識睇嘅話咧就識點補救啦，令成交率大幅提升。我係 Jack Chan，一個會教你使用唔同嘅暗黑心理學技巧，令你嘅銷售工作變得更 easy。試下用，留言話我知。